也会来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。首先，我们在聚会的开始，我们用神的话来带领今天的聚会。经文在诗篇43篇4到5节，我们一起同声，请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你是富强的会友，还是您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新朋友，当我们走到教会的时候，当我们走到神的祭坛前，大声的来称颂他的时候，神的喜乐，神的能力就要来充满你。因为神喜悦我们亲近他，神喜悦我们靠近他，也喜悦我们将一切的思虑烦恼向神来倾诉。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那随时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为以下几点来祷告。第一，我们为自己的心安静的在神面前来祷告，愿神能够来预备我们今天从头到末了的聚会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可以更多的被神的灵来触摸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在今天早上的聚会，主啊，让圣灵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主啊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对你说，今天我要来遇见你，今天你的灵就要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真的是愿神能够来兴起我们渴慕你的心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以带着火热的心，主啊，来称颂你的名。谢谢主，愿神能够来预备我们，要进到神的祭坛前，大声的来赞美你。谢谢主。第二，我们为今年发生的事情来献上感谢，无论是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事情，我们相信在神的里面都有他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感谢你们今年所发生的事，主啊，在神的手中，主啊，在过程当中，主啊，现在我们看见你来靠你，主啊，真是愿神能够来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在困难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可以有依靠你的心志，主啊，在困难里面，主啊，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主啊，可以勇敢的紧紧的来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主啊，感谢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为今年的事所发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愿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每个困难中能够来学习依靠你，因为你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年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可以常常的去数算这一年你所赐下的奇妙恩典。感谢主。第三，我们一起来认罪祷告，求神能够来光照我们内心的意念，不论是外显的罪或是隐而未现的罪，这愿神的灵向我们的心来说话。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很不容易，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是真实的敬拜他。愿神在此刻能够来打开你的心，来打开你的心，可以真实的在神面前来诉说，主啊，你真正心里面那软弱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亲爱的主啊，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去胜过内心的软弱，内心的罪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刚强站立。主啊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能够来依靠你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那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愿神能够来带领牵引着我们。第四，我们为今日的主日崇拜来祷告，愿圣灵自由运行在会场当中，让我们的眼目、我们的耳、我们的口、我们的心都能够来对准神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啊，今天主日崇拜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刻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要来遇见你。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的心思念、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要被神你来触摸。主啊，能够来带领我在今天早晨。主啊，我要更多被你的圣灵来充满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在今日的早晨，愿你亲爱的圣灵自由运行在当中，使我们在今天能够真实的来遇见你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祷告。主啊，可以透过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使他们的生命，主啊，被你来得着，使你的爱也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与引导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。最后，我们为夏牧师今天的讲道及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。我们站立在这里，我们是为了要来荣耀神，来高举神的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为所有的服事团队，无论是在敬拜中心的同工，或者是在教育中心儿童主日学的同工，主啊，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，愿你来兼顾每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为今天主日的讲台，为夏牧师来祷告。主啊，真是愿神大大来恩膏夏牧师的口。主啊，是他所传讲的，主啊，是从神而来所赐下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，无论是在敬拜中心、在教育中心的同工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能够各司其职。主啊，按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能够来服侍你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为夏牧师今日的讲道一起来祷告，愿神能够来大大恩膏牧师的口，主要使他所传讲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主要使他能够清楚传递从神而来的意象。主啊，我们也为今日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，无论是在敬拜中心的同工，在教育中心的同工。主啊，谢谢神，让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可以按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能够来服侍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可以靠主得力。谢谢主，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大声的来赞美神。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。
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用欢喜快乐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来拍掌。愿神的喜乐今日就来充满你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再宣告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再宣告主的喜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再次宣告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要无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哈利路亚！是主是我们永远得胜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大声的来呼喊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我们再一次站立在你的面前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变，但唯有你是那永远不变、不改变的神。恳求圣灵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唯有你是主，你是王，
你是生命的主宰。主，我们再一次的到你的面前，向你说：主，我需要你。主，我好需要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的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高举你的名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。生命，我们敬拜，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我们敬拜，也求
主是的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。主啊，在今日早晨，我的心要再一次的向你来敞开。主，你是我们生命中那唯一的渴慕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主要在此刻要来点燃我们的心，被你的爱再一次的来触摸。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求牵引我贴近你，无论高处低处，渴望能中心的你，倾倒你的火焰，让灰烬能再次燃起，成为焚烧的生
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再次的向神来立定心志，再次的向神来立约，我们就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再一次向你来立定心志，再一次的主啊与你来立约。主啊，我们要为主来火热，主啊，我们要持续的为主来焚烧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愿你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快跑的能够来跟随你，紧紧跟随你的脚